現在我們需要錄入供應商所經營的商品。打開供應商商品錄入線，首先選擇我們之前維護好的供應商，選擇供應商所經營的商品，錄入購單價。提交即可生效。可以在供應商商品錄入單查詢頁面查看歷史單據。供應商商品報表頁面可以查看每個供應商所經營商品的詳細信息。